白寮的兴华国小举办着比武大会，学校希望透过这款的活动，让学生来学武术，嘛培养着囡仔互相合作的精神。出群有力国法口号由老师拍分数，这是未了兴华国小伫校内头一摆办比武大会，学校希望讲透过这款的活动，让学生学国术，嘛会使培养因团队合作的精神。那这一套拳是由少林寺的一个和尚编创的，是我们云林县前线国中小学推展武术运动指定的一个拳术。学生对这摆比赛拢感觉真趣味，虽然讲有的人伤过紧张袂记动作，不过大部分拢充满信心。我们原本的整齐度没有那么好，然后就一直练习，然后有今天的成果，我也觉得很震惊。国术对学生囡仔来讲是一个真好的运动，校方希望讲透过比赛，让因的学习更较趣味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